玄關位置入到嚟咧，就有都有入牆櫃嘅，咁咧就係擺鞋啊、鞋櫃啊，令佢都有一個可以俾你擺下掛下衫啊，出門口第二日都會再着嗰啲外套咁樣。咁我而家暫時擺啲廁紙啊，擺下吸塵機咯。好，繼續行啦。我行到呢度洗手間啊。好，唔特別嘅，係得咁多。自己打開個蓋啫，係啦，有人行到入去打開蓋啦，走咗之後咧，佢又自己會收翻個蓋，自己沖廁所噶咯。好，呢個係洗面室，咁啊沖涼嘅時候咧，有人想去廁所咧都冇影響嘅，因為自己一個位置嚟嘅，喺隔離嘅洗面室。洗面室通常日本咧側邊就擺洗衣機嘅。喺個沖涼房，OK 啦，沖涼房。呢度又有個收納位置嘅喎，係成間屋嗰啲水管啊、污水渠啊，都喺晒呢度噶啦。咁或者都可以攞嚟擺嘢嘅，都幾好用嘅地方。